你干嘛？你那个有事儿说事儿，你别动手啊。少君说，全府上下都可以向三公主提问题。我想问问，真的是撒娇男人会好命吗？其实男女都会撒娇的，撒娇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它就像是一个润滑剂。在男女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呢，你稍微撒一下娇，示一下弱，满足了对方的面子，从对方那里获得一些实惠之后，你会发现矛盾减轻了，或者是消失了。所以说，撒娇对于双方来讲都会有好处，撒娇男人会好命。人家提不动嘛，哪个小姐姐来帮帮人家？我不是小姐姐。还来？感恩三公主，是不是应该也让我们男人参加选拔，搏个一官半职？应该。这个职场里面就不要搞什么性别歧视了，男子为什么不能当官？别吃了。韩少君说了，认真作答后才能更快。我就想吃个饭，我这还得辩论有没有人性啊？行，我不吃了，我不吃了，行吧？人家少君也是好心嘛，你不是你这好心，好心这么折磨我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不想考试，我不想当上州主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谁都别跟我说话，我要一人见见。那这拿着。妻也没罪。是不是连鸡都要跟我干啊？郡主，听闻民众都在押住少城主卓考，三公主竟把全部身家都押了二郡主营。个中滋味，我深有体会。以往他凭借着一番武艺张扬跋扈，如今却武功尽失，这其中的落差，只有境遇相同的人才会明白。我去看看他吧。罢了，外头风大，万一受了风寒，引发咳喘，感染肺腑，引发昏厥，汤药不进，就病危了。哎呀，大郡主，您就是在找借口。算了，看芊芊要紧，我多穿点便没事了。